意思就是呢，已经过一半较加啊，过要3/4去啊吼。所以日子咧过真紧，总是呢，上帝疼痛一直拢伫咧。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耶和华是以便以谢的上帝，到大拢帮助咱。感谢主的恩典，甲咱三个同在。咱所以呢，为着上帝帮助看顾咱，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上帝过去帮助咱，后摆要来的，也阁会比早前的阁较好。第二，咱也为着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今仔日的时代是非常利便的时代，当代志呢拢非常的利便，非常的利便。因为非常的利便利便甲人的思考能力愈来愈软弱。就是想讲安尼，就遮尔顺势，遮尔利便，就拢互过，拢互过。但是其实安尼毋是非常的好，已经利便，但是莫利便甲思考能力愈来愈少，安尼就较无遐好势。圣经甲咱讲，爱定定保守伫圣神的体醒内面，所以咱求上帝施恩帮助咱，伫一个真快速的时代内底，保持互咱甲上帝有一个连结的心。照圣经所应允的，毋是伫即个利便的世界、快速的世界内底，咱迷失方向。咱乃是定定会记哩，倚靠上帝，恳求圣灵照主所应允的，以互咱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咱行伫义的路内面。所以咱求主保守看顾咱，互咱有精英的灵，想事互咱有乐意的灵。来倚靠主，对主来行。咱也第三，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恳求上帝赐恩伫咱当中，恳求圣灵来带领引带咱今仔日同日的行程。开声三甲为这三项代志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你是主，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三甲同在。你是以便以谢的主，上帝。到如今拢帮助阮，主啊，我要感谢你，对年头到伫年中年的后半节，主你伫当中亲自赐恩看顾阮。阮的日子咧经过快速，亲像芳西的沙子，总是主你伫当中用你极大的慈爱甲怜悯，赐恩伫阮的身上。主啊，阮所为的遮来感谢，你要继续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的美好，耶和华，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直到永远无改变，你的疼伫阮的身边维系阮，阮所以感谢主，阮搁再一届也感谢你，因为伫你的疼内面，互阮所经过的日子充满你的平安，伫艰难的时刻，阮呼求你。你就应允阮，伫病痛的日子，阮恳求主，你就保守引带阮。阮为你伫阮身上所成就一切美好来感谢。主啊，你也要继续赐恩伫阮，保守看顾阮，互阮倚靠主心内的快乐勇行起来。伫上帝你所赐福互阮的日子，主阮果然定定会晓得。怎样伫主你所赐福互阮的日子内底，定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互阮伫这个利便的时代，阮无至到失去思考的能力。恳求主你将着聪明甲智慧的灵赏赐互阮，魔力甲能力的灵赏赐互阮，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伫阮当中。安尼，阮就通伫殿中。主得到你所赏赐乐意的灵，互阮伫你的灵内面，伫你的引带内面欢喜快乐。你是主，是上帝，伫一切事上帮助阮。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主，我们搁再一届为着今仔日早起时，无论是台语堂或者是国语堂。主，你的灵来运行伫阮当中，主，互阮伫现场，或者是有一寡欠缺能力，无法度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
因伫线顶的主你啊亲自怜悯、保守、更新，互阮伫主你的内面，阮定会晓得怎样甲主你同心同行。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平安归着你所疼痛的正义路，互你的教会大有能力，我靠主伫一切事上欢欢喜喜敬拜，欢欢喜喜领受上帝你所赏赐一切的能力，并且伫你所赐予阮一个非常利便的时代内底，祝阮的心悠远甲你紧紧连结。感谢主所赏赐的一切美好。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时间，请保安兄来报告。平安，平安。我先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教会传道要前往到多名正教会正道，愿上帝带领牧者的侍奉。第二，近来这个热人哦，教会电费一直悬起哩，请兄弟协助注意到养生随手来关电火关电器这个电风、冷气等等，这个好习惯。一直来节约用电，听教会。第三，为着鼓励兄弟当伫主堂参与崇拜，对教会分起，将心暂停二楼收奉献的服侍，敬超体谅甲配合。第四，杨碧秋诗班伫9月初2，后礼拜二暗时7:50开始要练唱，敬邀兄弟同来练唱，欢迎有心意愿的人加入。第五，教会提琴敬拜团要培训，敬邀着这个所有中老师要来指导。小提琴入门班的招生，3至4人一开班。9月初6礼拜六下午4点半至6点上课，学费也有10堂，为着一期4000块。特别参加的请这个牧师苗来报名。第六，9月12至10月16为期35日，教会配合全国祈祷网络实习属灵高监督干协的训练，每一日抄写圣经1章，读经心得200字以内。每一日为着国家元首、教会牧长、新人教会守望祈祷，敬邀兄弟同来操练，将会另外成立群组彼此代祷，鼓励。若有需要购买圣经的抄写本，一本150块，请着牧师娘来登记。第七，9月21礼拜日，台语堂及华语堂主日的崇拜，将邀请到矫正署这个署长吴宪忠甲陈秀香咧夫妇伫咧教会分享的见证，欢迎兄弟有更加侪邀请牧道友一同来参加主日的崇拜，共享资源。今日补充报告，无即是要请敬拜儿乐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美好引带甲带领，互咱会当伫礼拜日早起时同齐组织，伫上帝殿中同心欢喜来敬拜。咱要用咱嘴唇所结的果子来献上真做祭，真做娱乐的祭来献予上帝。请咱同齐起立，咱伫主的面前，用欢喜的心、敬拜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讲：上帝啊，阮要来娱乐你，阮要来用阮的嘴唇要来颂赞你的名。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圣洁最正他敬拜耶和华，大水的花好，以色列在哦，伊要赐平安，伊要加开来。耶和华的名，
荣耀拢归你，心家最称他敬拜耶和华，你患难的心，你要帮助我，心内我靠你，就要得帮助。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心地最尊他，敬拜耶和华，大水的好好，你这个最好，你要赐平安，你要加归人。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心地最尊他，敬拜耶和华，你患难的心，你要帮助我，心内我靠你，就要得帮助。我要欢喜这，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这，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我要欢喜这，我要欢喜这，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这，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咱同齐开嘴来祈祷，将荣光颂赞归乎咱的上帝。同齐开嘴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阮来到伫你面前，我要讲，上帝啊，只有你是阮活命当中唯一的依靠。主，阮来到伫上帝你面前，我要讲，上帝，愿你的荣光充满，愿你的旨意引带带领，我的心来爱到伫你面前讲。上帝，阮愿意用阮的一生来仰望你，用阮的一生来消费你，用阮一生来经历上帝你面对的引带。主啊，阮的心纵然有时阵，阮的心软弱，阮的心惊吓，但是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阵，你甲阮讲，阮爱有着一个欢喜的心，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伫你面前，要伫上帝的恩典当中讲，上帝啊，我要欢喜来献祭，要欢喜用阮的心，用阮的嘴唇来学到你，来颂赞你。因为只有你，你是阮的引带，你是阮的恩典，你是阮的力量，是阮的诗歌。当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就仰望你，阮就倚靠你，阮就会当对你的恩典当中得到上帝你奇妙的旨意，对吧？得到上帝你引带阮，互阮得胜，阮要欢喜来仰望，来颂赞你的名。哈利路亚！主，谢谢主。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心家最尊他，敬拜耶和华，大水的花好，你这个最好，你要赐平安，你要加开人。耶和华的名，荣耀拢归你，心家最尊他，敬拜耶和华，你患难的心，你要帮助我，心内我靠你，就要得帮助。我要
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来现在，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我要欢喜现在，我要歌颂耶和华。你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满有威严。伊满有威严，大有能力。满有威严，伊满有威严，大有能力。主啊，阮的上帝，我要来颂赞你，要来讹乐你，因为只有你，你是阮唯一的倚靠。你是阮的石盘，是阮的关台，是阮一生当中所要追求、所要来倚靠的迄一位。主啊，纵然伫阮活命当中有真济艰难困苦，有真济阮所面对的挑战，但是阮知影，阮仰望你，阮就得到帮助；阮仰望你，阮就得到快乐。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我们用阮的诗歌，用阮的一生，要来讹乐你，要来颂赞你。愿你的名伫阮活命当中真做成，愿你的旨意伫阮活命当中得到应验。你逃出来，专心只讲领教，是向你唱歌的时阵，无论会怎样，有啥物阻挡你头前。当日头落山，我犹原唱歌，讹了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我有你爱，你若紧紧守起，你是伟大有人爱的神，因为你良善，我要永远唱歌。千万的理由，我心通憔悴。讹了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讹了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用全心来唱
只是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搁一摆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亲像诗歌当中所讲的，主是伟大有仁爱的上帝，伊是慈悲疼痛的上帝。当阮来到伫上帝的面前，阮就投靠伫上帝的实果下面，阮要伫伊的恩典当中得到上帝济济看顾甲引带。咱来到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上帝来看顾咱，引带咱，体贴咱的软弱，互咱的活命会当伫上帝的恩典当中，搁一摆来刚强起来。咱就伫主的面前，同齐开喙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请。主我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前，我要讲上帝啊，我要来超找你，我要来仰望你，我要来面对上帝你的心意，因为只有你，你是我的照盘，是我永远的陪伴。主啊，当我来到你的面前当中，总是伫我活命当中有济阮所面对的挑战，总是伫我活命当中，阮拄着真济伫我活命当中的失败，但是上帝，你引带你带领，让我活命搁一摆来仰望你，来超出你的时阵。我的活命在你的恩典当中，得到满满喜乐甲恩典。我要用上帝啊，把你的名在我活命当中真做成。只有你是我活命当中的神，你的心意引带带领伫我的内面。主，我要来到你的面前讲，上帝，我要来仰望你。当彼之日渐渐失去归来，生命的线尾已经来到，我心有愿要学落你无线，对千千万万年的高原，搁一摆当彼一日。当彼一日渐渐失去归来，生命的线尾已经来到，我心有愿要学落你无线，对千千万万年的高原我。你生尊名，用全心来唱歌，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敬拜你，敬拜你的圣尊名，敬拜你。圣尊名，搁一摆敬拜你的圣尊
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学了你，阮仰望你，总是伫阮活命当中，当迄一日，阮的活命失去气力的时阵，阮犹原阮心内面坚定相信，你是阮的主，你引带阮，你互阮伫活命当中有一个真水、真美好的愿望。就是阮会当踮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的厝内面，互阮得到永远的安息。主啊，这是阮活命当中的仰望，所以阮伫在世日子，阮都会当努力来跟对你，阮都会当伫每一天来超找你，专心来仰望你，因为只有你，你是阮活命永远的倚靠。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讲，上帝啊，愿阮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将阮的全心全灵全然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上帝你所喜悦的，这是上帝你看做理所当然的敬拜。让阮的心来仰望你，让阮的心来敬拜你，用阮的心一生要来超出上帝你的心意。所我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人，献出我的心，亲亲思慕你，诚心敬拜你，称颂了你的名，主耶稣。来到你面前，永远袂怀疑，永远袂转移，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是我安稳的靠岸。你受死。
当你举手敬拜我的时阵，我接纳你所有一切的奉献。虽然你所做的真少人看到，但我接纳你伫暗中一切的所行，也要明明报答你，因为我欢喜你。你所行一切美好，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我所亲爱的细囝，我掠你做我的宝贝，因为你，我的名受高举。我要伫万民中高举你的名，要伫我正天使的面前。欢喜你，见证你。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从，赐阮伫阮一切。阮经过年日得主的保守，直到如今，你是耶和华律法，医治阮所有一切的病痛。你是耶和华沙龙。你的平安，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你是耶和华以便以谢的主上帝，到如今拢帮助阮。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得胜的军旗。我靠你的拢得平安。主，阮感谢你所享受一切美好。阮既然对主你领受这侪丰盛的恩典，所以阮甘心甲家己奉献给主，用阮的双手来服侍人，用阮的嘴来敬拜来学乐，将阮的心归向耶和华主阮的上帝，照主你所应允的，因为伊坚定心志倚靠我，我就要享受予伊10分的平安。伫伊患难的日子，我要做伊的帮赞。主，我感谢你这宝贵佮坚固的应允，你亲自引带阮，保守坚固阮的心、阮的心，互阮伫主你的内面靠主坚强。伫你所享受阮的日子，过去怎样得到平安，未来要伫阮身上显出的荣光。大过早前一切所有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行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清醒。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这时，咱要同齐来启应上帝的话。伫启应文35篇，启应文35篇，我来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请咱就一同来读。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帮恶，就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恁清早起来，暗时安息，食落落倒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要予伊安然来困。将敬畏耶和华，尊敬伊的人，便为有福。恁要食落落得来的。你要享福，财神顺事。你的妻子伫你的内室，亲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的儿女为说你的道啊，亲像橄榄栽。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被安尼蒙福。阿门。愿上帝祝福，借着伊的话语，真做咱随时的帮衬，让咱蒙福得到上帝大大的福气。下面时间，咱请牧师来证道。咱请三甲做分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彼得后书》3章8节到18节，同心来上读，请。亲爱兄弟啊，有一样代志你毋通袂记哩，就是主看一日若千年若一日。主所应允的也未成就，有人掠做伊是耽眠，其实毋是耽眠，乃是宽容恁。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拢悔改。但主的日子要亲像贼仔来到共款，迄一日天要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拢要受烈火烧化，地甲顶悬的物拢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拢要安尼消化，恁做人着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日子的来到，伫迄一日，天受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拢要受烈火伤化。但咱照伊的应允，望新天新地，有义徛起伫其中。亲爱兄弟啊，恁既然望这个代志，就着殷勤，互家己无玷污，无通指责。安然见主，并且爱掠我主久长忍耐做得救的因由，就亲像阮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予伊的智慧写了批互恁。伊一切批顶也拢讲论这个代志。批中有一寡歹明白的，迄个无学问、无坚固的人强解。就亲像强解别个经书共款，就自处沉沦。亲爱兄弟啊，恁既然大声知影这个代志，就应当防备，恐惊受歹人的错谬引诱，就对家己坚固的地步上来对落。恁却爱伫咱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知识上有长进。愿荣光归于伊，对答到永远。阿免。搁再一届，咱同齐来祈祷。天父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祝阮即时用分享信息听到，同齐来敬拜你。亲爱圣灵，恳求帮助阮，互阮伫上帝，你赐福互阮这个日子、这个时刻，祝阮对你得到聪明甲智慧的灵、魔力甲能力的灵、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互阮通得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享受真理的丰盛、自由甲稳定。就是你透过真理所要赏赐互遐超找你的人的一切，愿颂赞、阿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的丰盛、真理内底的一切美好，加添伫阮的灵力内面，伫阮的生活，伫阮的活命。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人的活命定定容易袂记哩一寡代志，一寡小可的代志袂记哩不要紧，但是有的时阵这个代志可能牵涉会非常非常的大。一记你若有的时阵袂记哩这样代志，甚至会失去一个国家。1986年苏联伫今仔日乌克兰的境内底。咱若是还阁会记哩，有个人还阁对这个代志，迄个时阵新闻非常的大。1986年，切诺比核电这个
号主的电厂安全测试的时阵，迄个测试的人员、管理人员入去到伫内底，但是伊未记进迄个操作的停时，所以呢，伊就照着伊认为伊家己会记哩的方式，伊就伫迄个所在来操作检查的即个过程。伊即个未记进，有可能是忽略，伊无甲伊记互伊清楚。即2、3、4、6、5、7、8、9，大部分拢总对，但是6甲5颠倒头变去，伊未记住迄个停数。结果的时阵，车路比即个业主电厂，伫迄个时阵发生非常大的危险到伫如今，也阁是危害伫即当中。伊的反应炉爆炸大量的即个辐射物质对伫当中走出来，了后数十万人脱离因的徛起的所在，阁有真侪人伫迄一届的业主的电厂的爆炸内底来过身去。了后久长的即个危险，到伫如今也阁有真侪遮个所在，就是伊爆炸迄个所在，伊到伫如今也阁是人无法度入去。因为迄个辐射的危险也阁非常的大，伫即当中，苏联国际即个名声也因为安尼大伫遐受到即个创伤，就是人无搁再信任苏联即个国家，也受认为苏联伊会伫迄个所在分解去，变做真侪小块的国家即真侪因伫迄当中分崩溃裂的即个过程。第五，伊伫经济损失顶面，毋是干1亿2亿，是上千亿的美金，伫迄个所在来清理，伫迄个所在来赔偿。所以小块的一个未记进，有可能就失去一个国家。你讲国家遐尼大，无咱较细咧，咱就是有诶时阵，咱会未记进交信用卡，结果会有带来损失无？有一个人伊就是安尼。袂记哩缴信用卡，结果呢，伊就是到伫经过几十天的时阵，互人甲伊收1000块的即个慢缴金。第二，伊产生迄个利息，佫有人收500块的利息。佫再来呢，伊的信用卡因为伊袂记哩缴，所以伊的信用的即个分数就降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可能拢会袂记哩一寡遮的代志，袂记哩遐的代志。但是恳求主帮助咱，会记哩这个代志咱总是呢会记哩这个假事。当咱搁想起来的时阵，也对咱有一寡的帮助。咱有真侪代志有可能会袂记住，有一寡代志袂记住会当搁顶头来，但是有一寡代志袂记住，伊可能就是永久的伤害。圣经提醒咱讲，毋通袂记住这项代志。这样代志是虾米代志呢？讲有一个日子一定会来，迄个日子是虾米货？伊是戏剧性的，伊是亲像雷公死呐死这个就来。耶稣基督家己也讲这个代志，讲人子要降临的日子一定会来，但是伊来的时阵，就亲像雷公死呐，但对东边到西边拢总会看到。真侪人伫迄个所在等待这个日子。咱今仔日等啊等，忙啊忙，已经经过2000多年。有个人就讲安尼，上帝要来的日子敢是有影？但是迄个日子是一定会来。迄个日子讲，伊是分别阳光甲审判的日子。尊敬上帝话语的人，伊就伫迄个所在得到阳光；离弃上帝为非三做的人，审判就会临到伊的日子。所以伫即当中，真侪人伫遐咧等。初期的这教会，当彼得写即个批信的时阵，其实也未到伫主后100年咧。了，真侪人因其实是一直咧期待，一直咧期待主耶稣赶紧来，主耶稣赶紧来。但是因伫迄个所在等，因就是等也无几年哦，实际上等无几年。但是因的心已经一直咧卡无，一直咧想讲上帝啊，你到底什么时阵互主耶稣基督搁再来呢？
但是彼得伫这个所在，伊对着上帝的心意会当明白，伊就伫这个所在讲：上帝伫你伫这当中所赏赐互阮的日子，阮伫遐等。但是当阮咧等的时阵，敢是讲上帝你赶紧来？当彼得搁再一届来思考伊家己伫上帝面前的日子的时阵，伊明白一项代志：上帝毋是你还未来，其实是阮还未准备好。那我还未准备好，我还个是称做你门徒的人，我都还未准备好。那安尼，遐个无认捌你的，遐个知影你的上帝啊，总是阮还未备办好。安尼，阮爱怎样啊来做反省？所以彼得伫迄个所在想思考，伊伫迄个所在得出一寡这结论。有的时阵，咱差1分1秒，连检测你差1秒的时阵，就差1分钟。我牧师娘，阮咧骑机车的时阵，阮定定算咧这条路吼，永福路的这个红青灯，所以你就会伫迄个所在算。这个若通无过吼，伫遐后壁就要等1分钟。这若佫通无过吼，佫挖无过的时阵吼，爱佫等2分钟。有一摆有一个牧师啊，伊就是安尼啊，差1时啊，结果的时阵吼，伊就骑倒摆赶紧，骑到火车头的时阵，哇，歹势，车拄好开走去，但是差1分钟尔，差一班车，结果安怎？迄一天礼拜讲道，佫伫迄个所在赶无着，佫拜托别人赶紧去讲。所以呢，差1秒，结果差1分钟，差1分差一班车，结果安怎？错过伊原本应该的正道。我伫中国的时阵，有一个人，伊伫迄个所在还未信主的时阵，真爱拍麻将。了一届的时阵啊，伊家己啊，伫迄个鼎，伊咧炖迄个煮的鹅啊，你也知影鹅啊足大只，尼古早鼎介大坑，啊，就用咧灶咧兄。结果有人来甲伊敲电话讲：某咪人啊，吼，阮即马3缺1，赶紧来，紧诶，欠你一个尔。吼，伊就吼，伊伊就想讲哦，啊，去一念伊就转来，啊，手会猫，你知无？啊，就赶紧去。鼎甲伊倒转来的时阵哦，哎哟喂！迄只鹅已经变做下骹面臭尾干，啊，已经一半已经乌去啊。所以呢，伫当中啊，差一点啊，叫小了厝。所以呢，家债是无小气哦。搁再来，有个人是安那袂记这发票兑奖的日期啊。结果啊，听来提出来兑的时阵啊，已经哦领奖的日子拢已经过啊，损失1万块。这是对咱生活较小看，袂记节。有一寡代志伊袂记节，但是伫遮袂记节的时阵，可能是小可的损失。但是是安怎会损失呢？伫咱遮的损失内底，有的时阵是毋知影，有的时阵是无听过。彼得对着教会兄弟姊妹甲因提醒讲，是有一寡人毋知影耶稣基督的人，但因毋知影基督会搁再来，所以上帝宽容听候吞忍。有的人知影，但是无互相提醒。总是上帝也是宽容吞忍，但是上界可怕的是什么？已经知影耶稣基督要来，但是安怎犹原无做准备。总是上帝犹原宽容吞忍。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有无尽的日子会通宽容咱，因为咱的主，咱的上帝，伊看一日若千年。伊看千年亲像一日，这句话意思是上帝创造时间，但是上帝无受时间的控制，上帝超越时间。对上帝来讲，上帝无受限制，伊会当逐工伫遐等，逐工伫遐等。上帝会当有无尽的日子通宽容咱，但是咱可能爱斟酌的这样代志是，咱袂记日。咱所存落的日子无偌多，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是安怎会错失？真侪时阵错失，毋是咱无受提醒，真侪时阵错失是因为咱袂记节。迄个袂记节，甚至有的时阵是安怎忽略，无去解想，这是对咱的活命一个真大的伤害。所以
安尼看起来，一日哪千年是啥物意思？一日哪千年是有个人会伫个所在讲，是上帝是看一日哪千年，无吧？可能是伫这当中，敢会有审判？上帝若要审判，早就应该来呀。但是咱咧讲，基督徒定定伫咧讲在讲有审判，可能是劝世吧。我来念歌儿，无要扣钱哦。你毋免惊哦，就赶紧来。但是伫这当中，毋是安尼。有个人甚至伫个时阵，上帝无来，到今也未来，搭几十年啊，拢总无来。可能是无上帝，是根本就无上帝吧。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真斟酌，咱人伫受宽容的日子内底，竟然咧祈求上帝宽容。这是咱的活命内底爱设置的所在。上帝有无尽的日子，通好宽容咱，但咱未记得，咱存落无偌济的日子。彼得提醒劝勉咱安尼讲：亲爱兄弟姊妹，主所应允的也未成就。有人掠做，伊是未记得啊；有人掠做去，上帝根本未来啊。但是毋是，上帝是咧宽容咱，咧疼孝咱。上帝宽容也是以疼惜咱，证明伊疼咱的证据之一，就是上帝伫个所在等待。即使今仔日上帝就来，那呢，咱有偌济人会通伫伊面前徛会知呢？这是彼得对咱提醒。对安尼。上帝宽容咱的时阵，咱就爱赶紧做一寡代志。咱爱思考，爱反省，爱甲上帝对峙。有的时阵，咱其实就是无去斟酌咱的代志，咱忽略咱的时间安怎样啊用的。我有一届参加一个聚会，迄个讲员伫遐提醒，伊讲我无要互恁举手。但是恁家己望恁的良心来问恁家己，你一天偌济时间咧背手机啊？迄个讲员安尼提醒问阮遮的牧师，伊讲阮无要请你举手，但是呢，我请恁家己望恁的良心，家己回答恁的代志。恁一天用偌济时间咧背手机啊？当咱咧背手机啊的时阵，其实咱就是互手机啊咧。训练咱的头壳，就是将手机的思想做法放入去咱的头壳。所以讲，你爱斟酌这代志，是毋是？咱其实足欢喜甘愿，甲真济时间等候世界来训练咱的头脑，这是咱爱斟酌的一项代志。第二，有的人为着无爱家己无时间陪囡仔。或者是根本都无想要陪囡仔，所以就是手机啊，就是电脑，就是平板摕互伊，只要伊点点就好，爱点点就好，安尼我会当创啥？安尼我会当较专心背手机啊。所以呢，到尾手的时阵，就是变做伊甲儿女交代，互甲手机啊当做是这个年母咧甲伊引带。当咱搁思考一项代志，就是咱真济时阵咧和人讲话的时阵，咱的话题大部分拢是拍着世界咧走。即马台积电搬去美国，即马台积电的股票偌济钱？牧师啊，我咧讲，好，即马落甲八，台积电落甲剩800几箍，牧师话紧来去买。牧师你有买无？无呢。你看你就是无买。即马人起甲佫浮甲千外箍啊啦！你会看咧，就是一直随着即个社会咧走。牧师啊，你有去到迄个核三厂演艺无？无呢。你安尼足无听台湾的。牧师，你有去到大罢免无？无呢。你真正是有影？你国民党的。亲爱兄弟姊妹。你会发现，咱的题目拢啥？拢说着这个世界咧说。但是上帝爱咱有更较侪祈祷，上帝爱咱有更较侪伫伊的面前读圣经祈祷，甲上帝甲人定定少念上帝国的代志。
咱有甲这物件藏伫咱的心思意念内底，也无。这个代志，咱爱真斟酌。圣经提醒咱，亲爱兄弟姊妹，你爱斟酌上帝抑个宽容你时间的时阵，是要互咱会和上帝同齐对齐，会当明白伊。圣经科学家王尼夫讲一个代志，讲人爱深刻来读册，只有你深刻来读册，你才有法度激发你真侪的价值，甲你心内底的心理习惯，包括你有法度对着错误当中去批判，去找出正确的，并且佫互咱家己会当去思考，我敢有安尼做，还是我已经离开这个道路。反倒转来讲，人若是敢若互这个短影音、互抖音、互 Reel、互 Instagram 短的这影片的时阵，到伫落尾，咱人就无法度有真清楚的分析的能力。咱到伫落尾，就互这真浅的物件影响咱的思考，所以咱无法度做出久长有效的判断。咱到落尾，敢若会法度发展出来一寡物件，咱逐项拢总知，但是拢知影一出啦。咱或者啥浅碟文化，你捌看过碗浆无？碗浆就是安尼浅浅安尼尔，伊无法度底真侪物件，但是看起来有物件无？有，但是有真正会好的物件无？无。你捌食过佛跳墙无？咱爱亲像佛跳墙，爱深阁有物件，但是即摆社会内底，因为变化伤过紧，所以咱就真容易伫真浅的物件内底，咱了有淡薄仔知影，但是咱无明白伊到底咧讲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是安怎需要更较深刻，用大量的时间读圣经，用大量的时间祈祷，因为只有安尼，咱才有法度，互咱的灵，互咱的头壳做深度的思考，咱才袂受到这个世界的思想冲击咱的信仰的时阵，咱就放杀信仰，咱就军队世界来行。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明白。咱无应该为这里读圣经，为这里分享，为这里关怀。咱需要甲上帝对齐，互咱伫上帝圣经内底，咱会通真正明白，什么是自爱，什么是管教，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甲人约束了后，咱来遵守迄个约束，什么是正直甲宽容，什么是怜悯甲良善。上帝安尼疼惜咱。咱怎样去疼惜咱身边的人？亲爱兄弟姊妹，这只有咱殷勤读圣经、明白上帝话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成做上帝真实美好的子儿。你的活命也因为安尼，别人会来询问你，你有法度引带伊，互伊进入上帝的主爱。互伊伫受管教当中有圆满有喜乐，因为伊伫受冤枉的时阵知影上帝的公义，因为伊伫受放杀的时阵知影上帝用永远的疼痛来疼伊，伫犯罪的时阵知影上帝怎样怜悯，互人搁再有一届机会。你的活命会成做伊的祝福，这对头到落尾拢是根基一项代志。我甲上帝活命有连做伙，当咱的活命甲上帝连做伙的时阵，你就会成做这款的人，亲像上帝，亲像耶稣基督活伫正人的面前，你会成做人的引带，成做人的祝福。所以彼得提醒是为着要挽回迷失的咱，彼得提醒。对着咱是期待咱会当较早做准备，准备什么货？准备一个圣洁的活命。这当中
彼得讲：亲爱兄弟姊妹，主的日子要亲像贼仔来到共款。虽然上帝伫迄个所在宽容，一直宽容，伊伫迄个所在也伫遐咧听候，伊嘛显出真济证据。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济济所在饥荒会显出，地动会愈来愈济，并且愈来愈频繁，并且愈来愈大。圣经一再讲，这拢伫耶和华大个通敬畏的日子，要来到进前会显明出来，并且伫迄个日子内底，所有的物件拢会受消扬去。有人做过统计，第三届世界大战千万都唔通发生。即使第三届世界大战啊发生，任何倒一个国家大城刺落去第一粒核子弹，那呢引起其他国家中来刺落第二粒的核子弹，第三粒的核子弹。亲爱兄弟姊妹，大概伫10年前的时阵啊。毋是，毋啦，2010安尼15年前啊，2010年的时阵有一个统计，全世界的核子弹，若拢总点倒，会当甲地球烧扬50摆，50摆。了，昨做日的时阵，我阁看到另外一个资料，到伫今年2025年所统计最新的资料，今仔日若是甲全世界核子弹拢总点倒起来，会当甲地球烧掉70摆。所以我咧看即句话啊，我是真认真咧看。第10节讲，主的日子要亲像贼仔来共款，迄一日大有响声，并且所有形质的物件，拢受烈火消化。来到12节讲，伫迄一日天受火烧的消化，有形质的物件，拢会受烈火扬去。所以我看第三届世界大战，我是非常慎重咧看这样代志，因为圣经讲，2000年前圣经就讲。所以，就祈祷上帝，恳求主怜悯咱，伫咱抑阁有机会悔改的日子，咱爱斟酌来追求圣洁的活命，甲上帝相同行。彼得提醒咱，毋好追求这个世界有形有质的物件，因为这的物件。有一日，拢会消扬去，拢会毁灭去。但是彼得安尼讲的时阵，是毋是叫咱就拢甲这物件完全淡掉，叫咱送向过一世人？毋是。彼得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将着有形的物件转化做无形的价值，咱若是有10000块，咱用袂着，那安尼咱是毋是会当欠7000块，用3000块去帮赞送向的人？安尼你这3000块，就会成做无形质的奉献，无形质的价值。伊是透过有形质的物件来变做无形有价值，互上帝纪念的物。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彼得对咱提醒，圣洁才是永远之地。这样代志，敢是干那彼得提醒尔？毋是。耶稣基督另外一个伊所听的学生约翰，一直年老的时阵，伊也提醒这样代志。咱同齐来读这段经文，请。这世界甲顶悬的情欲，
拢会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伫地。伊讲，这世界拢安那会过去，了后遵行主的旨意的人，伊是永远伫地。佮再来，保罗嘛讲这个代志，伊讲：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因为恁信真会得优秀圣神感动，所以你都爱诚侪圣洁，互你安怎会当得救？安尼对颠倒头面讲过来，就是若无诚侪圣洁，就安怎无法度存在嘛。所以彼得讲、约翰讲、保罗讲，亲爱兄弟姊妹。有诶时阵，咱会看，这有性质诶物件，虽然也未受销扬，但是虽然是安尼，咱人敢有法度一定久长诶年日来拥有这物件吗？有几样代志，其实咱会当明白。2015年诶时阵，9月19，阿联酋迪拜酋长诶，这个接任接班人啊，后届要做国王诶。这个人的名乐长啊，所以我伫这个所在遮改写点点点，其实伊还佫有几来字，我都无甲写出来，因为伤过长啦但是安怎，伊是骑马术会冠军但是心脏病过身的时阵33岁。了后呢，伊有定制一台上界高级的跑车，对0到100公里，伫迄个时代2秒尔，2秒以内。对0到100公里，伊定时跑车遮尔紧，但是安怎走袂过死亡对着伊的队列，这是伊的跑车。你看，迪拜有无？杜拜111，所以这是国王遮咧用的车，但是安怎？虽然走了真紧，但是死亡甲伊约到的时阵，伊嘛是走袂去。另外，这个人。可能在咱当中真侪人有熟悉伊，梅艳芳子啊。当伊影月如日中天，伊的钱财非常的多。但是2003年的时阵，子宫癌甲伊带走了，40岁尔。亲爱兄弟姊妹，咱敢有法度拥有一个物件，天堂热奖呢？无法度。这个人，佫较咱活近的，咱台南人苏文正医师，2009年的时阵，伊去加入山友队去敲找一个胖健气的查某囡仔，但是家己安尼伫当中，因为无好势，打落了后跋落山骹，这个时阵才51岁，但是真侪人受到伊的感情的影响。安尼组成一个山友救难队，来纪念苏文正医师。苏文正医师是咱台南人，出世伫咱台南的嘉里乡的庄脚。当年伊大大的帮手，但是伊学成了后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无伫台北发展。台北有真好的医生、真好的病院要留伊，但是伊讲我爱倒转来我的故乡。服务我的故乡，所以伊担保名利，伊照顾别人，伊影响社会，伊延续秀山救人爱乡土的精神。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爱咱，通过有形的物件来甲转化成做无形的奉献，互迄个物件会当有永远存留的价值。咱过去对上帝所领受的优势，有的人真够唱歌，有的人真够起厝，有的人真够修理物件。无论任何倒种物件，咱既然对着上帝领受遮尔济、遮尔好，咱就将用着遮物件来见证上帝。用着这物件来祝福别人，用着这物件，互人因为有咱、有你、有我的存在，因为生活会当得到更较侪的照顾，因为苦难有咱的陪伴，
因为欠缺有咱的补满，你会发现，这个努力的方向甲奋斗的目标，咱拢是要按照主的心意来行。所以，为愿咱伫这个一切的代志，伫咱定定提醒、定定思考，咱所有努力甲奋斗的目标，敢有进入伫上帝永恒的价值内底，有互上帝来纪念咱无？或者是咱有一日，就亲像炎黄子啊，就亲像迄个王子，当伊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物件有原伫咧，但是人无去啊。但是当咱离开世间的时阵，物件无去啊，但是咱为人所做的，拢得上帝的纪念。检采会通佮对咱有一寡好的提醒。彼得对咱讲：“亲爱兄弟姊妹，咱是照着上帝应允，仰望新天新地。迄个新天新地是一个水，伊的水是水伫什么位？水伫上帝的义徛伫其中。上帝的义是什么义？上帝的义就是伊用着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落雨水。”互好野人，嘛互丧凶的人，所以咱会通看这样代志，永恒的价值是每一个人拢得到上帝的照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踮伫上帝国的义的时阵，是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款的心情，咱就会伫上帝的国度内底，同齐领受这荣光，迄个时阵，所有的自私自利，拢无法度徛伫上帝的国度内底，因为上帝的义，只有甲上帝同款思考想法的人，咱会住伫其中。迄也是啥物话？迄就是上帝所要赏赐予咱永远的故乡，因为有上帝的义、公平。正直、疼痛、怜悯，所以要这款性质的人，伊住伫上帝国才住会掉。伊嘛安尼照资格、照稳定住伫上帝国内底。对安尼，彼得提醒讲：“亲爱兄弟姊妹，咱既然仰望这代志，就要殷勤。”互咱家己无受玷污，无通指责，叫咱会通安然见主。彼得提醒这样代志，人有仰望，就爱有行动，毋好干那伫遐空嘴保志。爱有仰望，有仰望就爱有行动。若干那有仰望，无行动，迄个物件嘛袂来。但是伫这当中，彼得甲咱劝勉呢，伊对着咱的劝勉到底是啥物？伊讲，咱若期待会当徛起伫上帝的新天新地，就是有上帝绝对的公义甲慈爱伫其中。安尼，咱家己就爱有即款有仰望的行动。即种仰望的行动，就互家己圣洁。安怎样圣洁？圣洁就是伊伫这个所在圣洁。毋是行为的行动的呢，伊即款的性格内底是讲到效法主久长忍耐。什么叫做效法主久长忍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阵，魔鬼撒旦用着试探来对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那呢你就要石头变做饼；你若是上帝的囝。那你就对安乐性教会4楼5楼顶遐跳落来，摔伫永福路，你嘛摔袂死。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甲伊讲：撒旦退去吧。亲爱兄弟姊妹，效法基督久长的忍耐，伊的意思是。基督安怎样啊？军队顺探上帝旨意行，
伊无需要靠着外口的物件来证明伊是上帝的囝，因为伊本来就是上帝的囝。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要受钉十字架的时阵，有艰苦无？有。伊伫克西马尼园真用心祈祷，甚至甲上帝祈祷3摆，讲主啊，若是会当恳求你将到即个杯刷开。总是，毋是照我的心意，是照你的旨意。伊忍耐，久长的忍耐。伊自伊出世，自伊出来传道，咱讲伊开始伊自伊12岁的时阵，伫圣殿内底，伊就知影这样代志。当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去找伊的时阵，伊讲：“我的囝，你敢知影？我甲你的爸爸来找你，我外年着急。你会记得主耶稣回答的话是啥？伊讲：敢讲我无应该掠我天父的旨意做我的少年吗？伊对12、13岁的时阵，伊就明白，伊来是要为世间人死。伊会伫无公义的审判内底来行往死亡，但是伊怎样？伊久长忍耐。伊知影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伊恳求天父上帝加添伊气力，伊恳求上帝，互我会当完成你的旨意。虽然就我听起来，我感觉足无公平。就我听起来，我感觉是安怎奈这个代志是我要做。但是主啊，求你互我久长吞忍，一直到完成你的旨意。这是基督久长的忍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款久长的忍耐内底，伊伫遐呢，彼得对咱有提醒讲，所以咱得爱坚定相信上帝话是信实可靠，就亲像基督相信天父上帝会保守引带伊。我只要决定一个心志，相信上帝会互我对死过活。虽然我也毋捌经历过。但是我要相信上帝为安定伫天，借着我会当救赎全人类。第二，伫这个所在讲，咱若是搁家看头前的时阵，看到伫第3章的对头开始，伊伫这个所在讲，亲爱兄弟姊妹，你会看到伫末世时代内底，有真侪人会甲你讲，你毋免去受苦啊！上帝无要互你受苦，你就只要上帝互你自由，你就过着这个世界的车花，你就追求上帝要互你的财富。所以成功神学一直甲你诱离开，了会产生一款，就是你若是也无富足起来，你无好养起来，安尼就是你无尊敬上帝的话语。若是尊敬上帝话语的人，一定好养。亲爱兄弟姊妹，你爱非常细腻，这款的道理人真爱听，但是这毋是圣经内底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时代内底有一个乞者或者列撒罗，一直到伊死去的时阵，伊还阁是乞者。但是当伊死去的时阵，伊是乞者，伊乞到伫亚伯拉罕的怀中。有个人伫迄个时阵对着好野人甲列撒罗这个比喻内底讲话呢，上帝真无爱咱好野，乞者才会当去天堂，好野人袂去天堂，只有这排富条款。亲爱兄弟姊妹，这是误解。好野人无入去到天堂的原因，毋是因为伊好野。咱若斟酌读迄个圣经的时阵，你会看到迄个好野人讲一句话。伊甲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啊，我的祖先啊，我安尼拜托你，你互列撒罗倒转去，
互伊对死，搁我转去甲阮遐兄弟仔讲，甲伊讲吼，你爱怎样遵守上？你爱怎样？你爱安怎样啊？吼，互因无够来遮尔来。了后，阿伯拉罕甲伊讲啥？讲你毋免烦恼。甲伊讲啥？因有摩西的律法安怎通好遵守？所以即句话咧表明的是啥？即个好野人，伊毋是因为伊好野，所以伊落地狱。你听我的意思吗？伊的落地狱是安怎？无遵守摩西的律法嘛？你听我的意思吗？掠杀罗是因为伊善食，所以进入到阿伯兰的怀抱吗？毋是哦。伊若是送香，但是伊游玩做歹，伊敢会当去到阿伯拉罕的身边？袂。原因是啥？伊伫上送香的时阵，伊游玩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伊的性格可以进入伫阿伯拉罕的怀抱。亲爱兄弟姊妹，有真侪假使徒，真侪牧师。已经将着审判的信息对伊讲台顶刷开了，迄毋是一个好的牧师，迄毋是一个好的使徒。圣经内底有奖赏，圣经内底嘛有刑罚，圣经内底有审判，嘛有怜悯，圣经内底有怜悯，但是嘛有审判。所以，咱需要受全备的福音，毋是干那经我爱食迄个来食。所以，彼得讲，咱爱斟酌细字，有一寡假使徒伫这个时代咧创行。第三，爱伫基督的恩典甲知识上来忠进，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得爱一直搁较侪读圣经，搁较侪祈祷。上帝恩典是要互咱悔改，悔改是要互咱忠进，忠进咱就会诚做圣洁。当咱诚做圣洁的时阵，就会诚做上帝会当路用的器具，阳光就会临到咱的身上。上界久长永远的阳光，就是伫上帝国的怀抱。所以得胜的秘诀伫啥位？来读这红红字。得胜的秘诀在伫瓦克主。好法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安尼。恩典是要互咱悔改，悔改是为着要互咱忠信，忠信是为着要互咱诚做圣洁，圣洁是要互咱诚做器具。安尼，咱会进入上帝荣耀，伫伊的恩典内底，甲伊永远三角徛起。愿上帝施恩伫咱的心上，互咱会记得这个代志。如果这话彼得讲，约翰讲，保罗也讲，那因讲的其实抑阁无送啥物货，但是上界重要的是啥？这约翰、彼得、保罗，因拢只是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阁讲一解尔，提醒咱的尔。上界重要，爱记条这样代志，这话是谁讲的？耶稣基督讲的。来，咱用来读这三段。耶稣基督伫上路尾的时阵，搁再一届甲咱提醒，搁再一届甲咱讲，伫启示录，耶稣基督借着约翰对着咱的提醒，来，我要快来，你爱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我要快来，既然遵守这册顶有言的，有福气了。看啦，我要快来，想法伫我。要照达人所行的报应伊，我一定会来。上帝今仔日也无互耶稣来，是因为伊对于咱的宽容，所以咱得爱持守伫上帝面前的你所有的，你的信心，你的忍耐，你殷勤读上帝的话，爱会记哩。当咱持守所有一切，上帝将其落尾会将着伊上大的荣耀加添予你，伊的荣耀会诚侪
你的美好，诚侪你伫永世内底上界水的报答。咱三甲阿头来祈祷，祝福阮伫你宽容阮的日子，阮有缘的通三甲做伙，伫你的话语内底，倚靠你坚定心志来行。互阮殷勤读圣经，互阮将你的话刻铭伫阮的心，互阮伫行动上照你的话语来行。因为阮读你的话刻铭伫心中，阮的心思意念行动都会受主的引带，所以求主加添阮遮的，互阮伫主的内面做成你的欢喜。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小恩帮我播刚才那个影片，谢谢。这个对，把它直接连过去，然后播放。2025年 SHIIT 下半年度内底，咱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三甲做伙，就亲像周报顶悬所甲咱写。咱看消息报告，第6点，对着9月12到10月16，连续15天，咱期待咱会当三甲做伙，搁较侪来读圣经、抄写圣经。将着圣经刻铭伫咱的心，教主所应允的，伊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来看这个影片的介绍，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喜乐。我是台北新恩堂的小萍姐，我在服事业已经服务40年，在公司是一人之下，养成了我心高气傲，也是我在个性上一个很刚硬的地方。是来到台北新恩堂的时候，是我人生中遭遇最苦难的时候，甚至开始怀疑人生。高强度属灵读经计划出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既然来了，我就做，我就顺服，开始去念 SHIIT， 甚至自己把它写出来。我发觉我的苦难在我的脑海里面占据的时间已经慢慢的消去，而且我的思想、我的观念也慢慢的改变。我没有那么霸道，我也没有那么忧愁。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开始内化我内心的思想，开我的心窍，让我的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我发觉我的平安跟喜乐慢慢出来了，而且来到教会愿意服侍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第2次的 SHIIT 我更早来学习，我发觉我的喜乐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些苦读在我脑海里已经不见了，我睡得更好。第3次高强度的训练，我很欣然的接受，因为我知道属灵的生命会更加强壮。9月12号 SHIIT 抄写圣经，而且写心得，帮我们的国家牧者守望。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一起来参与。搁再一届，咱诚恳邀请所有亲爱兄弟姊妹，你的灵性若坚强，你的生活就会有力量。上帝的话绝对是你灵性坚强唯一的根基，甲望的开力。唯愿咱伫这个荣耀的侍奉内底，三甲做伙有份，这也是咱上水的奉献之一。咱将着对上帝所领受的金钱献予伊，更加更较重要是咱的活命甲上帝相同行，这是咱一生的奉献，赢过咱金钱一时得的奉献。这2项代志拢重要，唯愿咱看见这个阳光，三甲同齐伫上帝国同齐来训练，互咱的灵性勇健，互咱甲主同行。咱下面的时间，三甲做伙来奉献。
咱三甲起立，同齐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人，献出我的心，深深思慕你，诚心敬拜你，称颂阿乐你的名。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永远袂怀疑，永远袂转移，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是我安稳的靠岸。你相思我平安，相思予我满满的爱，你救赎我的生命，真救我离开黑暗，你是我的帮助，是我力量的泉源，你的话，予我的心坚定，全心全意。你的话，你的话，予我的心坚定，全心全意来军队。全能的上帝要照你手中的公义、心中的纯正，接纳你所奉献的一切。搁因为你伫伊面前存着公义正直的心，顺坦圣灵甲主同行，伊就要束缚伫你手中所经营的一切，并且要伫你的心灵内底，借着圣灵的感动甲引带，互你脱离迄个歹的，互你进入伊的平安，甲伊真理内面的丰盛甲自由。迄个调任的本是信息的上帝，伊的确成就这个代志，也要赐温伫你甲你的家，互你身体勇健，灵魂兴盛。你甲你的家认捌主、侍奉主，一生一世属的主。直到将来，也要甲伊三甲进入伊荣耀的国度，甲正圣道三甲徛起伫主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场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